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5篇，雅各书第4章第1节到第8节，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3节到1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爱之神。基督徒都应该知道，圣经将上帝与世人的关系以夫妻的关系作为比喻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应该更清楚地明白，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以爱为基础。因此，我们在谈论男女之间的爱情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。牧师会这样说，是因为有很多的人在读旧约圣经的雅各书呢，他们要不是直接跳过去，就是有非常多的负面的批判。但是如同其他圣经中的教导一样，这是一个非常明白的比喻式的教导，目的是要让人家明白呢，上帝的爱，并且劝勉人回归上帝正确的关系。这样的关系在被称为歌中之歌，或是所罗门诗歌的里面呢，雅各书4章第1节到第8节，他就以男生或是丈夫的角度来谈到上帝对世人的爱。我亲爱的，你是多么美丽！你的眼睛像鸽子，在面纱的后面闪耀着爱的光辉。你的头发像一群山羊，从基列山跳跃着下来。你的牙齿如新剪的毛，像刚刚洗刷干净的绵羊一样的白，成双成对的排列，一颗都不少。你的嘴唇像一条朱红色的丝带，你开口说话秀美动人。你面纱的后面双颊泛红，像裂开两半的石榴。你的脖子像大卫的高塔，圆直牢固，挂着项链像成千勇士的盾牌。你的双乳像一对羚羊，像孪生的小鹿在百合花中吃草。我要往莫药山，到乳香冈去，等清晨的凉风吹拂，黑夜逐渐消逝。我亲爱的，你多么艳丽，你多么完美！我的新娘，请跟我一起离开黎巴嫩山，跟我一起从黎巴嫩下来，请从亚玛拿山顶，从士尼尔山和黑门山那狮子豹子藏匿的地方下来。上帝这么的爱世人，就如同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的经文所说的，上帝这么的爱世人。 God so loved this world。 另外，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3节到17节，保罗也是这样的提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。愿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赐恩典平安给你们。我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，因为他借着基督耶稣赐恩典给你们，使你们在基督里样样富足，具备充分的知识和口才。有关基督的见证已经树立你们当中，以至于你们在等待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，没有缺少任何一样的恩赐。主必定始终帮助你们，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无可指责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他招呼你们，使你们跟他的儿子一样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了团契。弟兄姐妹们，我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大家，说话要一致，不可分裂，
要团结，有一致的想法，有共同的目标。我的弟兄姐妹们，有格莱家的人坦白地告诉我，你们当中有纷争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众说纷纷。有的说我是保罗的，有的说我是亚波罗的人，有的说我是属彼得的，有的说我是属基督的。基督竟被分割了吗？难道替你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是保罗吗？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？感谢上帝，除了基利斯布和该勇，我并没有给你们任何人施洗，所以没有人能够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的。对了，我也给斯提法纳和他的家人施洗过，此外还有给谁施洗，我倒记不清了。基督差遣我不是为了施洗，而是要我传福音，不用智慧的言语，免得基督在十字架上失去了效力。上帝爱人是不分的，每个人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种，无论是什么年龄、性别，都是上帝所爱的儿女。所以呢，基督徒必定要彼此相爱，来见证我们是属主的。诗篇145篇，我的上帝啊，我要宣扬你的伟大；我的君王啊，我要永远感谢你，我要天天感谢你，我要世世代代颂赞你。上主至大，应该大受颂赞，他的伟大无法测度，世世代代都要宣扬你的作为，他们都要传播你大能的事迹，他们要述说你荣耀和尊严。我要传播你奇妙的作为，人要讲论你可畏的大能。我要宣扬你的伟大，他们要述说你的良善，歌颂你的公义。上主有恩典，充满怜悯，他不轻易发怒，满有不变的爱，他恩待众生，他的恩慈给予一切被造的。上主啊，你所造的一切都要颂赞你，你的子民都要感谢你，他们要宣讲你主权的荣耀，要述说你的大能，他们要使世人都知道你大能的作为，知道你国度的荣耀和尊严。你的主权永远长存，你要永永远远做王。上主的应许信实可靠，他所做的一切尽都美善。他扶助遭患难的人，他扶起被欺压的人，一切生物都仰望你。你按时把食物供给给他们，你丰丰富富的供给他们，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。上主的作为是公义，他所做的都有怜悯。上主亲近所有求告他的人，他接近诚恳求告他的人，他要成全敬畏他的人的心愿，他要垂听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他保护所有爱他的人，但他消灭邪恶的人。我要赞美上主，愿一切被造物永远颂赞他的圣名。谢谢上帝这么样的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被称为上帝的儿女，能够被上帝赦免并赐下更大的恩福。恳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爱人的生命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